由市员蔡立青主办的安南上青羽球锦标赛，今年报名人数更胜以往，不止吸引社区民众报名，公部门更有交通局、工务局、都发局、消防局以及台电等队伍参赛，甲市民朋友做伙健康运动。市长王伟哲、立委林俊宪、民政局长江凌煌、交通局长王明德、工务局副局长周渝民。体育局主秘陈崇仪以及工测会总干事陈宗明也拢到场为选手加油。羽球现在是目前是世界上、国际上最夯的一个运动。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南沙能提供这么好的场地给我们这个徐董事长来组织这个健康的场所。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这个体育能继续维持，让我们的整个城市更为美好。台南区的运动风气在台南算是相当鼎盛。那我们在那边已经有了一个亚太国际棒球村，还有一个安南的水上运动训练中心。明年还有一个安南的全民运动馆即将落成，3.3亿的建造金额哈，这个也是依作在议会一直帮我们积极争取的啦。举办迈入第2届安南上青羽球锦标赛，民众报名愈来愈踊跃，看得出这项运动真受国人大众热爱。立委林俊宪表示，羽球是一项真好的运动，真侪学校拢有羽球队，伊拢希望会当有更多比赛，增进技术交流。今天很高兴哦，我们来参加蔡立青议员举办的安南上青第2届的羽毛球赛。而且羽毛球是非常适合国人运动的，尤其在台南现在有很好的传统，我们在很多学校也都成立了羽毛球队，那他们非常期待就是有更多的比赛让他们大家可以彼此来参加切磋。第2届这个安南上青羽球赛呢，比第一届的报名更加的热切热门。那我们预估呢，我们明年的举办几乎就是秒杀了所以表示大家对这个国民运动羽球的这个热度呢不减，而且是越来越热情。那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优良的这个场馆、场地还有设备，来让我们喜好国民运动羽球的朋友们可以好好的练习，来整个提升我们社会这个运动的能量，还有这个正能量。安南上青第2届羽球锦标赛，安南上青羽球锦标赛实现以球会友、健康同行的理念。主办人蔡立青也宣布，明年将会持续并扩大举办，让安南上青羽球赛成为台南市年度体育盛事，让全民做伙动起来，活出健康甲活力。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